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前期的剧情当中，要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哪部分？除了轩辕敬城入儒上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之外，大概就是李淳罡在广陵江畔一剑破甲2600了。这也是第一次让粉丝们知晓江湖高手的恐怖。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淳罡又是什么境界呢？能否登上战力天花板呢？李淳罡作为甲子前的剑神，曾是王仙芝之前的天下第一。当时的他已经无敌，是500年一遇的剑仙大才，剑道上面的天赋比肩吕祖，即使是王仙芝，也是在李淳罡手上败了6次后，才在第7次时击败了李淳罡。这呀，还是有李淳罡放水的缘故，不然当时使出剑开天门后，王仙芝就死了。李淳罡因为惜才呀，自愿让他折断了佩剑木马牛。那个时候的李淳罡依旧是天下第一，这个时候的他呀，应该是陆地神仙巅峰的境界，并没有达到天人境界。此后的李淳罡因为误杀了绿袍儿，导致心境大跌，滋生了心魔的他，为了救活绿袍儿，去了龙虎山，和齐宣真论道输了后，他的境界大跌。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天下第一的李淳罡了，境界跌落纸悬。和随血谷一战，虽然剑意还在巅峰，但是境界终究是不如以前了。这一战两人都端了一臂，青山剑神也是自那之后变成了独臂的羊皮球老头。因为过不去心里的那一关呢，李淳罡去到了北凉王府，在听朝阁下画地为牢20年的时间。这20年的时间里，李淳罡的境界没有丝毫进步，一直停留在纸悬境。不过对于剑道的感悟却越来越深刻。封闭了20年，李淳罡也意识到了一直这样封闭下去也找不到答案，于是答应了徐骁护送徐凤年游历江湖。在游历的过程中，他也在慢慢的解开自己的心结。最终在大雪坪看见徐凤年给轩辕清风撑伞后，心结解开，一声剑来，重回陆地神仙境。这个时候的他和巅峰时期的实力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天地重立，有意思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在大雪坪回到陆地神仙境界后，李淳罡的实力回到了巅峰。此时的他虽然少了一只手臂，神剑木马牛也没有了，但是他对于剑道的感悟和心境已经超越了当年，因此实力和以前相比不退反进，已经是接近天人境界了。到达武帝城，见到王仙芝，看着这个当年6次败于自己手中的天下第2，此时的他终于不用再压制自己的实力，能够痛快的和王仙芝一战了。这一战也算是前期的巅峰之战了。两人酣畅淋漓的打了一场，最终还是王仙芝技高一筹。李淳罡使出了当年没曾用出的剑开天门，只不过此时这一招已经奈何不了王仙芝了，逼着王仙芝出了9分力，李淳罡败了。虽然和徐凤年交谈的时候很洒脱的说自己败了，但是不少人认为李淳罡其实还有后手没用出来，两人之间只是切磋，所以李淳罡并没有拼命。如果李淳罡在此时就拼命的话，未必打不过王仙芝。在广陵江头，李淳罡拼命了，这个时候的他不管是剑道还是境界都达到了最巅峰，突破到了天人境界，一剑破甲2600，让整个江湖都震动，也让庙堂上的人知道，江湖武夫的一怒真的可以横尸千里的。且看我一剑破之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前期的剧情当中，要说最精彩的是哪部分？大概就是李淳罡在广陵江畔一剑破甲2600了。这也是第一次让粉丝们知晓江湖高手的恐怖。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淳罡又是什么境界呢？能否登上战力的天花板呢？在广陵江头，李淳罡即将面临自己最巅峰的一战，也是他告别江湖的一战。当时的广陵江畔，广陵王赵毅带兵3000，全部都是武装到脚的精锐骑兵，想要杀死徐凤年，来给自己的儿子换取世袭莽替的机会。李淳罡本可以不出手的，但是为了徐凤年，他还是出手了。面对3000位全副武装的帝国精锐，李淳罡一起流转千里后又延伸百里，达到货真价实的陆地天人境界，在剑气长度上超越了吕祖，是当之无愧的剑道第一人。只一口气挥出了一剑，斩杀掉了2600位精锐骑兵。广陵王赵毅也被这一剑吓到胆寒。在徐凤年说出那句叫你满城尽选北凉刀后，赵毅放弃了，带着其他的骑兵撤退。这个时候的李淳罡有多强呢？我想啊，是超越王仙芝的。此刻的他能让王仙芝坐实那天下第2的位置。徐凤年在达到天人境界后，也曾提到过这件事儿，说出了那句当年解开心结的羊皮球老头，总是那么轻轻松松的就成为天下第一。可见当时的李淳罡就是天下第一。不过对于他来说，是否是第一也不重要了。那一
提起一剑之后，李淳罡已经是强弩之末，他也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是否是天下第一。一世恩怨一世了，不转世不飞升，来世再无李淳罡。